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！平安！感谢主，让我们再一次来到周三的祷告会。我们一起站立起来，我们要先用这段的经文来成为我们的宣告，因为这位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上帝。我们一起来读4章15到19节。上主吩咐约书亚，命令那些抬着约柜的祭司们从约旦河上来。约书亚照着做了。祭司们一踏上河岸，河水又开始流通，跟先前一样涨过两岸。正月初10，人民过了约旦河，在耶利哥东边的吉甲扎营。这是约书亚记的经文，让我们再次看到上帝他是拯救的主，他是蛮有能力的主。我们一起来，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，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。我们一起来宣告，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，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，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，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来说，他是我们的盼望，他是我们的依靠，在他的里面我们要经历十足的平安。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，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就在耶稣基督里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。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，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，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，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。有主在我里面，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。再一次来说，有主在我里面，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还战胜有余。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，你相信吗？因为我们依靠的是耶稣的名。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，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，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，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，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再一次来说，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将一切掌声荣耀都归给这位蛮有能力的主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他要带领我们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要来发出赞美的祷告。为什么我们要赞美呢？因为我们看见这位上帝，他是创造并且掌管我们生命的上帝。因为我们看见
他不只是在那个神迹奇事当中来拯救这些以色列人，引领他们走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更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时时刻刻带领我们来经历他的慈爱。他也要这样的救恩，不只是临到我们个人，是我们身边的人，特别那些还不认识上帝的人，我们要开口来赞美。在你生命当中发生过什么样美好的事，在今天一天里面你经历到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就要来开口，要来赞美我们的上帝。我们一起在这个时候邀请大家，我们开口来赞美，我们开口来祷告，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是啊，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里面，主啊，我们就能够刚强壮胆，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里面，主啊，我们就能够活起来，主啊，在你的里面，主啊，我们感受到那个生命力，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里面，主啊，我们就从那黑暗中进入那光明，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里面，主啊，我们就能够从死里来复活起来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在你里面，我们能够胜过这些黑暗的权势，主啊，我们在你里面，主啊，我们那个软弱的，主啊，要得主刚强，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里面，主啊，我们就感受到被你爱，主啊，在你的里面，主啊，因为你就是也在我们的里面，主啊，我们离了你，我们什么都不能，主，我们创造万有，上是给我们生命气息的主宰，你是使无变有的神，主啊，在你里面给我们有生命、有盼望、有未来，主啊，谢谢你。因为你定义要做，你说有就有，你命立就立，没有任何的能力能够阻挡你的救恩计划。透过耶稣基督，让所有敬畏你的人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，大大张口，你必大大充满。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，领受你所赐给我们永恒的盼望。我们要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那慈爱，你是那爱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创造了我们是按照你的形象所造的，以致主啊，我在我们的里面，主啊，我们有那个美好。因为你看人甚好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应许，主啊，当我们承认你，我们邀请你到我们的生命中的时候，主，你就在我们里面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在我们里面启动那个力量，主啊，你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灵魂苏醒起来，主啊，你在我们的里面，主啊，使我们的心眼明亮，我们整个人就明亮起来。即便我们还在那黑暗中，还在那软弱中，即便我们还是在那个感觉孤单里，但主，当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就涌流出，主啊，那个深深温暖，主啊，我们就感受到主你光来照亮我们，主啊，使我们知道，主啊，跟你连结是何等的美好，主啊，因为你是我们生命中的主，谢谢你应允我们，你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在你的里面。主，我们离了你，我们就什么都不能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爱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主，我们原来不配，但你却看我们为宝贝。谢谢你用你的大能大力支持我们走那没有走过的路，我们只要依靠你。感谢赞美你，阿们。满有能力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再次来赞美你。主啊，当那水满过两岸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大自然不只是主你创造，不只是主你掌管，主你更是超越自然的主，因为连大自然都是你所创造的。主，我们要向你赞美，要向你感谢，何等伟大的主，竟为了我们愿意，为了我们的缘故，主啊，你用你的方式带领我们，在各样的处境中，我们都能够经历这位满有能力的上帝。所以我们要向你献上赞美，向你献上感谢，也要在这个地方再次来昭告天下，唯有主你是我们的主，唯有主你是掌管万物的主，唯有主你是拯救世人的主。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献上赞美，但我们也再次要来说，主啊，更新我们的生命，好叫我们的生命合主你的心意，活在主你恩典的道路当中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敬拜，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来宣告。
主，我再次到你跟前，焦点我想你的爱，世上一切都属虚幻，唯有你永远真实。破碎的梦，荣耀冠冕，全摆在你宝座前。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，为你能洗我心里。主，我们要来敬拜你。主，我要敬拜神谢你，你是道路真理生命。每当我回转归向你，你再次将我更新。我们再次从头来。愿主更新我们的生命，在他的话语当中。主，我再次到你跟前，焦点我想你的爱，世上一切都属虚幻，唯有你永远真实。破碎的梦，破碎的梦，荣耀冠冕，全摆在你宝座前。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，为你能洗我心里。主，我要敬拜你，我要敬拜神谢你，你是道路，你是道路真理生命。每当我回转归向你，你再次将我更新。主，我要敬拜你，大声的来向他敬拜，因为唯有你是道路真理生命。每当我回转归向你，你再次将我更新。我们要继续的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要开口来祷告。这是一个感恩跟认罪的祷告，因为上帝跟我们立下永远的约。可惜人真的是很有限，人真的是很多时候是败坏的，但是上帝不愿意我们失去了那样上好的福分，他不断赐福拯救我们。我们一起用这段的经文再次来宣告。约书亚把那从约旦河床取来的12块石头立在那里，他对以色列人说：将来你们的子孙问起，这些石头是纪念什么的，你们要告诉他们，以色列人曾走过没有水的约旦河河床。上主你们的上帝使横在你们前面的约旦河干涸，直到你们都走过去，正像他当年使红海干涸，让我们走过去一样。由于这件事，天下万民都会知道上主的能力强大，而你们更要永远敬畏上主你们的上帝。这位上帝是让我们的生命得着完全的上帝，
但很多的时候，我们领受了这样的应许，但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，因为我们自己的罪，因为我们忘记上帝的恩典，我们不顺服在他的心意当中，所以我们偏离了那个蒙福的道路。我们真的是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认罪。当我们认罪的时候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他要赦免我们的罪，如同在罗马书这段经文说的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。还有另外一段经文，当我们照着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充满我们的时候，让我们在遵行上帝的话语，我们就有从他来的能力，就要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邀请大家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，献上感恩的祷告，献上认罪的祷告，让再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感谢你，主啊，你跟我们立了一个永约，主啊，在这约里，主啊，你是信实的主，主啊，使我们真的能够坦然无惧到你的面前，因为主你的拯救之恩，主啊，我们更感谢主啊，你应允我们，主啊，我们将你的话语活出来的时候，主啊，这就是我们人生的道路，走在主你的正道上，主啊，你也是这个真理里面，使我们可以得着自由的，主啊，你也是这个使我们真知道主有你，因为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生命，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活泼的灵，主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但是我们怎么感觉不活泼？我们怎么感觉像死了一样？我们怎么感觉主不自由？甚至主啊，我们就是觉得没有路可以走。主啊，主谢谢你，你启示我们，主。天父上帝，你爱我们，你的爱向我们显明，是在我们还当罪人的时候，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，与我们所立的这样的一个约定。主啊，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天父上帝，主啊，你不曾失约，是人失约，但是你依然因着你的怜悯、你的慈爱，让我们能够因着信心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领受这样的一个救赎之约。主，谢谢你，因着你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，借着你能够走在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。谢谢耶稣，因着你的慈爱，使我们能够因着认罪悔改。你的话说，我们若认我们的罪，主你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你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主，我们要宣告说，你是那施恩的主，你是那守约的主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守住这样的约定，随时来到了你面前，口称颂你的慈爱，口称颂你的救恩。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跟我们立了这个永约，主啊，就像这些以色列的百姓，主啊，他们经过那个约旦河的时候，主啊，他们就知道，主啊，他昭告天下的人说，这就是我们信靠的主，就是拯救我们的主，主啊，这一位主就是蛮有能力，这一位主就是在那个绝境中来带领我们的主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甚至给我们新约，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，使我们坦然无惧，可以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可以来祷告。主，这是你的恩典，使我们人人都可以成为祭司。但是主，我们需要自洁。主，但是我们得罪你很多，特别是主，你吩咐我们，主啊，你要我们遵行你的命令。主啊，我们只要一遵行，主啊，你那应许就要应验，但我们不愿意。主啊，你自己说，你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主啊，我们信你的人，我们理应该走在那个真道、活的路。但是主，如今我们却是死路一条。主啊，在真理里面，我们不是应当是很自由，因为真理而自由吗？
当我们何以现在感觉不自由？在你的话语不是有生命吗？我们信靠你的主啊，我们何以觉得我们像一个活的死人一样呢？是因为我们得罪了你。主，求神你赦免我们，正如主你自己应允我们，你给我们恩慈，只要我们愿意认我们的罪。主，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语，我们愿意活出你国度的这个法则。主啊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就如同行在天上。主啊，以至于我们这条道路就活了，你给我们一条活的路。主啊，在真理里，你给我们这个真自由，以致我们可以选择跟随你，以致我们的生命就活起来。我们从死里跟你一样同护我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有复活大能的主。阿们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再次向你献上感恩。主啊，你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。主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不撇弃，也不放下我们。主，但你要我们遵行你的话语来行，好叫我们要得着主你所应许那佳美之地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再次向你来认罪，再次向你来表达我们的缺乏，我们的软弱，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，我们就活在那最终。主啊，但谢谢你的恩典，在每一次敬拜跟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更认识这位我们应当敬畏、照着去行的上帝。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持续带领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，力天加降生尘世，流血舍身为将我赎回，永远归你所爱。主，我要敬拜称谢你，你是道路真理生命。每当我回转归向你，你再次将我更新。请坐。我们唱到再次将我更新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觉。不管在荧幕前面的你，还是在现场的你，我要再次邀请你来祷告。这个祷告关乎你自己，关乎你跟上帝的关系。不知道在这个疫情又开始变化的时候，对上帝有没有埋怨呢？对上帝有没有什么感觉？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，我好像没有能力，我好像很焦虑，孩子可能要考试了，或者是有些人提早开始放这个寒假，是你的孩子，或者是你在你的工作上好像要面对了个新的不确定。我邀请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，因为他不仅能够更新你的心灵，他能够更新这个环境，他还能够更新你的眼光，好叫你就像约书亚那个世代的人一样，上帝说了就照着去行，各样想都没想过的神迹奇事竟然就发生在我们当中。如果这是你要的，我邀请你开口来祷告，为你的孩子祷告，为你的工作祷告，为你的经济祷告，为你的教会祷告，为你的小组员祷告，为你的同工来祷告。我们要开口来祷告，因为这位上帝他是
是有怜悯、有恩典、有慈爱，他更是有能力的上帝。我们要开口来祷告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吧。主，谢谢主，为这次的祷告，主啊，为这样的一切来祷告，主啊，你在这样的一个时代，这个充满，主啊，你透过这样来提醒我们要回转归向你，透过这样的疫情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无助的，是软弱的，我们唯有依靠你来到你生的宝座面前，来恳求你施恩怜悯，护卫着我们，帮助我们除掉无间的毒害、害人的瘟疫。哈利路亚。我们一起来唱。呼唤心意即实在，你爱不更改，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。虽然经过水和火，靠着主我就刚强，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。呼唤心意即实在，呼唤心意即实在，唯有你爱不更改，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。虽然经过水和火，靠着主我就刚强，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。你的恩典，你的恩典，哦，我有能力覆庇我软弱，靠着耶稣的神，有的神，我要唱着你的爱，永恒无尽头的爱，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。你相信上帝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恩典吗？阿门。呼唤情意即实在，唯有你爱不更改，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。虽然经过水和火，靠着主我就刚强，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。你的恩典够我用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一起来敬拜。靠着耶稣的神，有的神，我要唱着你的爱，永恒无尽头的爱，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。一起来宣告说，你的恩典够我用，能力覆庇我软弱，靠着耶稣的神，有的神，我要唱着你的爱，永恒无尽头的爱，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。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主你能力覆庇我们的软弱，我们要靠着你的神，有的神，我要唱着你的爱，永恒无尽头的爱，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，永不离弃。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。再一次，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。感谢主，一生，咱的一生一世拢伫主的内面。伊用伊的听，互咱的心得到温暖；伊用伊的听，互咱知影伊是以马内利的主，伊无放杀咱，特别是无放杀咱台湾这个国家。虽然咱的国家即马看起来疫情敢若小可严重，总是主的保守犹原伫地，恳求主来压站来保护。主啊，互咱伫台湾，咱是主的囝儿，咱嘛爱起来为了各种咱所看的这需要祈祷的
特别是上主的平安，互咱的心无惊吓，互咱会当勇敢壮大，互咱的这种管者，因会当知影有一位主谦卑来到主的面前，恳求主来拯救，嘛，互这个受到困难的人会当追求到福音。主恳求你，主啊，帮助咱基督徒会当徛伫迄个破口，咱守望来祈祷，互福音传到每一个所在。福音才是咱的愿望，疫情毋是咱的主。咱的主是拯救咱的主，是赢过这疫情的。兄弟姊妹，请咱开嘴来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，请哈利路亚！主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伫这个国家，主你要管呐，主啊，你是这个掌管的主，主啊，这个歹的，主啊，这个病毒，主啊，袂当来赢过，主啊，你就是爱阮真心真意伫你的面前，阮认罪，主啊，阮知阮得罪你侪侪，特别阮掠别的上帝来做主，主啊，伫这个危机中间，主啊，你互阮伫台湾这个土地，主啊，互阮的执政者，不管伫外交、政治、伫国防、伫个这医疗，主啊，特别是为着桃园，主啊，桃园这个所在，主啊，你是一个国家的门，主啊，你来看守阮，主啊，你来小守望阮，主啊，互你的桃园这个所在，主啊，会当高举主你是圣的证明，主啊，你是赢过这一切，因为主你是小事平安的主，主啊，阮感谢你，阮有了你的平安，主啊，阮就无惊吓，主啊，阮就勇敢，主啊，面对这的困难、这的挑战，主恳求你来帮助，阮无看迄个困难，阮看的是主你引带，你牢牢的保守，主啊，你也好，你的国家真正会当来靠主你来得到主你的大快乐，因为主你要爱阮。有凭着信心，阮才会当得到主你大权能，因为你是惊心事的主，主你凡事拢会。阮要感谢阿罗你，主恳求你亲身来听，成做阮的快乐甲帮助。主，阮感谢阿罗你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这个罪恶、瘟疫的世代，主你爱阮。诚做守望者，为主做光做盐，为着阮的国家、阮的百姓来祈祷。因为你拣选阮，是要来成就主你救阮的计划。特别伫这个疫情严重的这个世代，主阮搁较要来倚靠你，恳求主你救阮脱离黑暗。当阮的国家受到对方的压迫，当阮的国家伫危难的时，主，我要宣告，主你是阮的倚靠甲帮助，你也是阮的盾牌，是阮的避难所。主，阮无搁再惊吓，因为主你的听，时时要甲阮的国家，要甲阮台湾之地。主，阮恳求你。来拯救阮桃园，拯救阮台湾。特别阮看到逐天有真侪人因为疫情来破病、来惊吓，因心内无平安的事。主，阮恳求你来掌权、赐福伫阮台湾这个岛屿，甲阮的同胞，将你的听，将你的愿望。放伫阮的心中。伫即时，我嘛拄着因为疫情所面临经济的困难。主，阮知你是伫旷野中开道路的主，你要引带阮伫阮人生会当平安来经过阮人生的约旦河，要带阮进入流米甲蜜的迦南地。主，阮宣告。主，你要成做阮台湾的主，你要引带阮基督徒，成做一拍光灯，传播主你的福音。伫即时，阮的百姓拢需要福音，恳求主你大大赐福，将你的平安、赏赐来代替因心中的惊吓。主，阮恳求你来帮咱看顾，特别。嘛，引带阮迦南教会，阮的牧者，阮的同工，
拢会当抓住你的真理，用主你的话语来鼓励，来成做人的帮助，甲我靠。恳求主你施恩赐福，伫这个无容易的环境中，互我会当继续来挖靠主，守望祈祷，互阮台湾会当有平安、有喜乐，人民会当和乐徛起伫这个所在。愿恳求主来看顾阮的国家、阮的人民，将这一切拢仰望交托伫主你的手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主兴起，咱就是来为着教会，为着咱的集体来祈祷。咱伫疫情中间，咱头一个爱注重的就是甲上帝的灵命，咱的灵命会当为主来活，人人拢会当成做基督的精兵，为着福音咱来大有热心，为着2022年咱中级的选举甲和会，以及咱第3场的华府礼拜，伫2月20日开始，互人来亲近主拢无脱碍，互咱伫普通时会当读上帝的话，斗阵来祈祷，斗阵咱来行上帝的道路，会当下上帝旨意，感受到上帝的听嘛，分享给别人，经历上帝的这主恩，会真正是真甜蜜的。伫摊架中间，虽然咱拢即马拢真做是线上的，已经无现场，因为疫情的关系恳求上帝，嘛用这的科技，嘛互这的少年的儿童，伫少年时阵就担着主恩的这个滋味，嘛为着明仔载开始这个有学测恳求主后日开始来经历着主，互因知影，真知影主安怎来引带因吼。伫过年中间，大家即马拢咧烦恼是毋是3级警戒？我想。经过咱祈祷，咱拢免烦恼，不管安那，咱拢会当平安来度日。阿门吗？感谢主吼，咱只要专心来祈祷，特别为着迄暗暝这个已经拄啊信主的吼因的这个性命吼，因的这个稳定的聚会会当来一步一步会当互主来装备吼，特别为着心灵真艰苦，身体。病痛因受苦的人，失去亲人的肢体，恳求主来怜悯医治、安慰，甲来恢复。咱要斗阵为着这来开水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的主，主啊，你治愈阮，主啊，你听阮，主啊，你互阮的生命中间，虽然拄着恶担当的代志，总是主啊，你就是讲，阮来倚靠你，主啊，阮就有你遐来的平安，主啊，阮甲你的关系好了，主，阮的祈祷，主，阮会当顺服主你的旨意，主，阮会当真心心来到主你的面前，讲主啊，阮袂话，总是主你话，主恳求你来兴起每一个人，主啊，互阮每一个人拢真做基督的精兵，主啊，你会伫互阮伫好会选举会当顺利，主啊，阮伫即个中间，阮看见人需要主，总是主因伫真济的代志脱干，主啊，你为着家人教会开一条新的路，伫礼拜的时阵，阮会当有第3场的礼拜，主啊，互阮伫即个语言中阮无脱干，主啊，恳求你兴起，主啊，你也兴起你的家人，主啊，伫儿童、伫青少年，主啊，特别是伫后日要考试的这青年，主啊，恳求你，互因照因的信心，以及因所准备的，主啊，你就互因一条道路，互因来经历着主，互因的信心苦拢会当真拄啊好，主啊，会当去做伊因，主啊，恳求你来引带甲帮赞，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主啊，一切荣耀，主啊，拢被因你名，主啊，恳求你亲自来带领，主啊，阮互相是真理性，因为主你是阮的头，主，阮恳求你来掌管、掌王权、坐王位，阿门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要为阮教会的这集体祈祷，求主你为因的灵命的更新，害因人人会当成做基督的精兵，也恳求你，互2022年好会中级的选举会当顺利。伫个新增加的拜日的第3场的华语的礼拜，和兄弟会当搁较亲近主。伫个寒假甲冬令的培训的宴会时阵，求主你和这的青少年会当和因的信仰的热情会当搁较热，和因诚做主你会当使用的器皿，和因会当用神益人。我嘛求主你和参加学测的这青年会当经历上主你的同在，和因的新生
心灵会当健康，明白主你的旨意，安心的去考试。伫咧阮过年的期间，求主你和阮教会兄弟姊妹出入会当平安，会当诉说你的恩典，见证主你的疼。阮嘛要为初信的兄弟，因有稳定的聚会，甲祈祷的灵修的生活，嘛要为第10组的范淑卿姊妹祈祷，求主你医治伊身体的病痛。阮嘛要为这个身心灵受苦的，甲失去亲人的这个肢体，求主你怜悯医治、安慰，甲恢复因。阮爱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。阿门。兄弟姊妹，请刚好，请咱起立，咱要来宣告圣经中间互咱的应允咱斗阵来领受，请。我们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；心里作难，却不致失望；遭逼破坏，却不被丢弃；打倒了，却不致死亡。照着我所切慕、所盼望的，没有一事叫我羞愧。只要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他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仍要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。你们若有信心，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山说：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他们也必挪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再来用我们的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。我的盼望在主耶稣基督里。来，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，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，流出在我里面活着。我宣告，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，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，满有能力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我们再次来宣告说，我们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。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，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，流出在我里面活着。我宣告，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，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，满有能力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的神有余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的神有余。我宣告，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，在我里面有
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属这世界，我要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，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再一次来宣告，来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。主，因为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就能够勇敢站立，面对这艰巨的环境。因为有你所赐给我们力量，我们凡事都能。谢谢主，因着你的爱垂听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所恳求的将你的平安赏赐在敬畏你的人身上。主，谢谢你，也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愿你的名在万民当中，全地都被高举。谢谢主，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再一次拍掌，将荣耀归我们主。愿主的平安同在与你们同在，是给你们平安，请坐。